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昨伫华府签署，也若后一阶段议题含同时启动。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表示，目前考虑大声处理劳动、环境和农业等三大议题，不过也是需要和美国较近。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这签署了后只是起头尔，台美会继续深化合作，接落来也和美国协调，避免双重扣税。台美双方昨伫美国华府签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经济部长王美花今仔日表示，这是重要里程，台美会持续深化合作。我们也希望这个另外针对避免双重课税的部分呢，可以来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台美21世纪的这个进展呢，确实也会有助于跟美国来进行这个双重避税的相关的磋商。王美花讲，未来台美有可能进行更较侪谈判协定。经济部中小企业处是成立台美中小企业咨询会，建立政府甲产业界制度化的沟通机制。未来台美双方要透过资源互通、议题合作，也甲企业互动这三大面向进行合作。那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伊是表示，后续还有7大议题有待台美双方协商，亲像数位贸易、标准国营事业、非市场政策。劳动环境甲农业会优先处理。不过这只是台湾的初步规划，都要甲美国方面较近。农业部门的这个合作，然后以科学为基础，避免这种非关税贸易障碍这一部分的这个规范的调和那也可以试着就是说让我们的农产品呢去敲开这个美国的市场。对于台美签署贸易倡议，台湾美国商会我那正肯定，不过也呼吁政府应该赶紧实施确立明确蓝图，才会当扩大协定的效益，让双方的经济达到新的欢迎甲合作高峰。记者综合报道。